位於佛光山南台北院5樓的佛光園台南美術館，2月7號下午，用於講是貴賓分集，由着總主持滿洲法師親自來主持國風書畫展的開幕式。現場包括蒞臨的國風書畫研究會理事長、會員、甲啲貴賓，以及市府公測會總幹事陳宗明，嘛攏到場出席。書畫，它不僅是視覺藝術，它更是一種無聲說法。每一件作品都是創作者內心世界的一個呈現。這一次展出的作品呢，有水墨，有書法，有篆刻。它所呈現的不只是一種技藝，它更是一種修行。我們呢，希望所有來觀賞這一場展覽的每一個人，都能夠感受到佛光的一個沐浴，也都能夠呢啟發自己內在的一個真善美。第62屆國風書畫展，伫個現任理事長黃宗義的帶領，這屆總共展出未少的會員作品。理事長嘛真感謝佛光園的邀請，和會員會用的強幕佛韻。我們非常感謝這個佛光園美術館，尤其滿洲師傅這一次對我們這個國風畫會的一個支持，提供這樣一個讓我們市民都可以來這裡，一方面又可以慕佛恩，一方面又可以感受到這種藝術力量的一種宗教藝術的一個對人心教化的一個益處。這屆展出的主題比歌墨舞詩有情，作品涵蓋有水墨、書法、甲啲篆刻等，其中嘛未少大師級的作品，包括王校長的書法、王國和甲啲張生熙老師的水墨等。我畫這一張畫是在描寫我們的台灣好山好水，尤其在花蓮這個橫貫公路的太魯閣，有好山，有大山雄偉，有水非常的深遠流長，高山流水，代表我們心中的愛。我們愛這個土地，我們把我們台灣的這個美麗的風光，把它用我們的心靈把它表現出來。最喜歡的是它的那個動態啊，然後再配合那個山。還有後面的那個雲彩，雲彩我也是用比較特殊的技巧，用撞水撞粉，然後加反水的那個過程，造出那個雲飛動的效果。現場國風書畫研究會理事長嘛特別贈送100無量佛的拓印，甲着家己寫的歡喜心書法，嘛拄好形成無量佛歡喜心的最佳寫照。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好，第二軸是我們的讚哦。